大宋一节，后不上轻弩有难，遇得肮脏皮皮的小家郎，欲家破了人家，今在油灯结彩，披红挂绿，做啥呢？和你走西日。新过年新妇对面一个十弟兄两个帮劳动，因此在家里殴打个狼。加上今朝辅导郎也太高兴了真，最后一个乡邻龙福亲上，门里刚吃过故事，眼睛一傻，马上出来请你吃醉食，啥个道理龙福明白。至于今朝个的乡邻统统勾搭大郎屋里向，嘎得来是这可能吗？在那等呼家进门，哎，嘎子没叫人光，这看见呼家已经来，个子红楼新喜高照时，太空太空生也飞。家铺经理，真神的家事一郎君，宋军再不是一声西陵一。从小爷娘死脱，毛到长到屋里向去做屋头，口头是吃足了吃足，口袋今朝么总算还吃肚子。哥家东家长大屋，弄个配不了辅导郎。哎呀，想想小姑娘这个名字起得哎呀哈，幸福，新大夫们肯定有本事。见大郎们肯定生得异上异斗。别个长大我等我之后打个盖，是屋里向贫乏富裕，为的啥么？屋里向这是毛山饼的。哎呀，我想毛山饼嘛有少不好叫，非个不养活，吃两只山饼嘛，哎呀比当家。
来在看新娘娘啊！哇！等到九子落病，这两个乡邻的气劲啊，真是空有看。有两个爬山屋的急得来，恨不得那个前门里掀开来了看呀！哦哟，老弟呀，那我的新娘子看不到清爽。哎呀，那是俺这黑黑少气哇！普通那个高兴没有啥看的。哎，哪啦？这为个编织官。啊，为的有啥欧毛病的？我可是缺角。杂碎。哎，对几眼。毛笔。对，毛笔。毛笔，哇！轿子里像个潘经理在听喊了，还要气呀！啥么子啊？哦，互动那个高兴不会的编织噶，顶顶恶言么讲我是毛笔，恨不得拿自家块方巾贴起来跟着看看，毛笔啊，打得像粉笔。恶意讥讽，是我凶，这越想越恶死。别个刚走一下嘛，哎呀，你都害人呀！这一生只是一生，我。那个为我这10根头发9根皮，上夫终于没5人气。等一些嘛，我来问问三姑娘啊，别人讲嘛，谁讲我这面孔难看？吹，你倒说看，我这面孔编织你为是难看。这个三姑娘说我漂亮嘛，谁了孩子玩，气地少讲。哎，想得该打，那不动起在。喜娘，我潘经理猜得喜郎郎。喜郎郎一生有恨，欲请新贵人，欲请辅导郎。区辅导郎，人家见我三寸钉，我个好兄弟啊，不惜当保护兵。去年一球当娃人们，离避内斗出门，说得今者福阴性。我带去故事3个月，想不得出来水做新官人，果然恩公张大后，现在呼叫抬进门。我身在3日3大身那个去行队的叫他没诚信，对浪大女娃进身浪抓到是红海青，日子2个小手这3姑娘昆仑山那个乐瑞山，语气啊语气，高着在，靠不上在，夫妻2家头脚把天地，手带照作红落七金送着东方。人是一步太大外头，门关过，那么辅导了。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前做啥么？要贴方巾子，头戴起来，袋里头上块方巾一口，哦哟，耍高的啦，真是高不可攀啊！没办法，2家对起，2岁拼命生食，好不容易，我的方巾我的2只角，大了。潘经理过啥个？3姑娘的贴方巾子哇！哦哟，这个在心上扩大呼吸节操么血压上升，对神的不行。根本来贴呢，马上就没接贴呀。这李阿福给我打不够了，没办法，这还扯筋了。不马上这还忙活，2副接贴方巾比偷方巾个子。
我这块房间还不容易忙活的。是呀，一个内外人的身体，一个啊，百姓对准我噶，哦，对着，总大概新娘子的面孔啊，等我辅导上戳方不动，这还没难口的，不好意思破内外人。哦哟，对你妈妈那用不那破内外人，你两家的么手上就半斤八两脚胖吃了呀是。那么辅导啦，那一口嘛还是牛过去呢。这个辅导啦，人没上到阿了，后阳功夫高人一等。是干吧？就看看白眼一样的，就两只眼睛盯了潘金莲白眼那口嘛，心房该顿时憋憋声。呀，俺不声音的讲，哎呀，这份的天特方针，你喊我啥样子？我胃里上故事们全是夫妻之呀，那是一人不？哦，花鼻子，少天我刚刚天特方针嘛，一个内外人身体一般，三个人我位子，当我们老口里不去玩，有个跟我唯一跟那教师清上讲。新婚之要不能弄家，弄家也死得了呀！还在于少个内外人的事，快点把这去吧。对，在那潘经理的心目当中，这辅导郎上的一上一斗，上面围着对来们，目光盯了上头了浪口。女主本真，切莫非天。耶，人也说你潘经理寻个辅导郎寻是半夜分心上。这潘经理呀，你忙着上头看么哪看得见你？一面孔忙着地上嘛，你看得清爽。你们分看见，就像辅导郎看得清清爽爽。你当时潘经理内口个呀，想不到标致漂亮嘛，看这个辅导郎十身光效，拍水拍脚。哎呦，标志改，漂亮改，看我这子，潘经理嘎嘎一下飞动三口，但是讲上门这一看没这口见，里还有个大仙奴呀。但是讲拍水拍脚，神气杀光，上里浪向会受得来的啦。立起来，噔，奔到门骨里，你可是辅导呀？没准我就是辅导不郎呀。发在绝被天地的，谁是内部？没准，刚刚你两个的爸啥在，谁是我呀？也是个，是个一个辅导啦。我到这一上一斗，从今以后一来让我们的保我这样不能够来欺负我这样。这个一个辅导老便是你来摆红的，龙该搞为我们来摆红你了给了我。哎呦，那是不好个贼！东方花烛夜，一匹苦声。挑起房间，吓得我走进军新郎啊，新娘，却一阵。总以为一儿新婚手交替，哪知晓月老帮兄做龙偶，身到如今内有只够催
神魂。我与你既是有家，今是女，我终身杀神。我再去像你这样的催泪，我是一不牛家人的。我这些的这个标注这个漂亮是，我死也不会特那个。哎呀，个句我听不懂着哈。我要不是呼吸了特呢，就没办法呀。我不特呢，我要去吃故事盖。那是讲你听不懂着，真记得。你别哭，我来讲给你听啊。那一天，我在街坊之上把手并美，长大后命我上堂门。长大不接第我人，我还得了我的门，我说辅导郎，阿是那分特高些，我说语话没做分特高些，干嘛这个？我送把那个小队做高些，翻那动的那看呐哈！哎呀，我说语话，那谁都翻动的嘛，我八大神清为是也动的，我穷不够特不起，干嘛这个？我非得翻那动的，另啊，在家把那依然银子翻那里的，那种还答应着哇！哎呀，语话。那叫遇动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！我的妈妈生病这么做小生意，风趣也不娱乐人物还是的，一搞都要上钱养活我们哪特得起高兴？我随便拿飞儿，就说欲望面孔一百，你今朝给我讲山上飞儿，欲望我飞儿为是飞儿。你再讲飞啊！我马上批子送到俺们里向陪你吃故事啊！吃故事？哎，吃故事啊！谁名家？老婚。那老婚耶？我说欲望得不了老婚，就说你讲，你讲起来个辰光，我已经都判经理拍板了。你现在飞啊是老婚，吃故事，故事飞吃，那么他判经理飞他，那么吃故事，我这个他。是人么不认亲，与谁命？送过举杯敬阳啊门，我是否口内后把大雷背，这个俺对比谁来挑房啊？真我就没办法了，这个给。蒲经理听我明白着，长大为的少子干必告结婚，你这个是报复我，因为谁就知道，当我房间里向来，要我做的地不往与太太，被我劈开为的，你真真是报复我，我搞不了十干内裤，十干一个辅导了，今日个日长得还够，我是。不牛的呀！不牛还刚该用法了，完了，过来亲的呀！你两个就本来是不配，你们这个年纪这个别致，我们三个这个有的年纪这个头，你非担心呀！是的，你别觉得你搞不是我的生日富家人，生日富家举分那个呀！你分牛们来等我追吧！大真么？真怪我让我的心开心，不要唔少。但人们长大不交个依然银子，随着讲扒光个噻。哎呦，真噶，肯放我白噶？其实不相信自个两张耳朵子。对你妈妈，你们内口良心真黑。
得那做夫妻们实在吃不消。那么肯放我办快点让我去一包，等些俺们同志来也办不脱个。对，不周顺来谁搭到门手浪下？呀，现能往哪里去呀？你得落到去那门我娘子的，你为娘干吧？我父母在意双方的脸。什么的？你要娘来这洗澡，哎呦，那个秘书的口根本是俺子我在亲家里去待过2年。不一定呀。你头落亲啊！哎呦，这里口那个，不亲家嘛，在朋友里去等等。一模一样。哦呦，你没上得别墅，明比我糊涂不让为人口。你别过娘，也不能隔壁听见我破内外的啊！别口动动脑筋看你，哪得太一个词？我这三姑娘说人家是闺蜜不会啊，恢复他了还是个？根本是俺爸，你既然不让花起去嘛，就对过了我打退吧。啊，你别看娘废话，哎，我分讲我俩是看。是个，你对过了我理想，你两个的这个国民夫妻难看呐哈。什么叫做光明夫妻？啥叫国民夫妻？没得干我，我们困了心马里，我门口在打帐篷，我困了外头，夜里下面我在高上去忙手臂，忙得不急的，你们帮我练理家务，等待我长大我你俩人子为他，你现在语气自然和你这个最好啊！我对媳妇会偷来那个，不过眼睛问一问，你两家的不仅八字堂周子清，这点面子你也不为我还是的。现在的两家的叫王女国、史女国、大家各归国福德高的样子，这个谁叫国民夫妻难看呐？傅东老真是一个好人啊！我父又肯放我办，我唔去吃也肯收留我。但是自家晓得，我的那个到等下去，不是一个头日记。我父亲叫我到小堂下去，长到位地上拿我配不呢？你晓得我是样的，你晓得我唔去吃的呀？不牛搞不糊涂了，只能给惠州去做的地不往一套套。惠州去不牛改，那么搞不糊涂了。代理妈妈早起嘛，实在不早起。那么呢，人儿子的嘛，个面孔灯样的嘛，我还是管理着呀。那面孔难看嘛，人上头的嘛，我还是傻着呀。一样不理解，个夫妻一个一上一世的来，今年家讲我哪个啊？这个赣州一想，今在盈亏的办在糊涂浪这样个好人，肯放我办。我只八个男人，亲啊做着，大包着，你不牛还一牛，不肯也一肯，我哪？我只能够有自家名口啊！想想定定去定定，我是长大了。你现在等到屋里向温饱身躯，还让我背回的惠州来，背不肯搞不糊涂了。你错着，你认为我不肯搞不糊涂了，我偏上搞不糊涂了。糊涂了难看，难看我欢喜。二三我中意，那是啥那个老实？对。搞不理，也搞不理，再带里一口嘛。哎，刚刚看看人傲是傲的嘞，现在看看傲没傲，傲得咱们匀称的。刚刚看看难看是难看的嘞，现在看看当然危害了呀，这别个是不编制呀，我个良心害了呀，搞不个中男人不吃亏的呀。真定搞不理，那么搞不理嘛也有啥称呼的了？家里啥呢？一周年的嘛，一周大郎，那叫我大郎个吃，那比是日本人个走啊！不过这一家日本人只有3郎4郎不大郎的，我比日本人吃高了孩子。那家。你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，
不做国民夫妻嘛也难喊你。老于你哎，带谁进来？哦，你两家的八对，哎呦，那份人耍开心呀是个，我有点受不起来呀。真的呀？哦，真的？哎呦，看不啥子，看不啥子，根本我叫你啥讲，也是没有子。根本我个大嫂啊！谁叫我写出来呀？还是男人还搞主还大嫂个？别个家主一些没喊我喊你大郎，你喊我大嫂，两个的大单路搭是路搭吧？有大嫂啊！大郎做情得势结束，倾听何大。